特區政府宣布，今日係全港哀悼日，悼念喺菲律賓人質事件中遇難嘅8名港人。未到8點，行政長官曾蔭權同埋司局級嘅官員一早就嚟到灣仔金紫荊廣場參與升旗儀式。中聯辦、解放軍、外交部駐港特派專員公署同埋外國駐港領事館嘅代表都有出席。國旗同埋區旗升起，出席嘅人士都着上黑色或者素色嘅衣服，神情肅穆。去到旗杆頂部後，徐徐下降。出席嘅人士為死難者默哀3分鐘。期間，曾蔭權一度忍唔住落淚。而喺會場外，有幾百名市民到嚟，一齊為死難者默哀。每個人嘅神情都好哀傷。有市民話，事件發生咗幾日，但係心情仍然沉重。而嗰個援救行動係咁緩慢呢，亦都係咁鬆疏呢，係好失望。後尾導致有人命嘅傷亡，同埋我哋係目擊呢個慘劇嘅完全成個過程嘅發生呢，係作為香港人呢係好心痛咯。亦有市民希望透過出席今次活動，向菲律賓當局表明港人要求徹查真相嘅決心。政府機構同埋中央駐港機構今日會下半旗致哀。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